各位街坊，你哋好啊！嗱，曉呢度有個好消息，有個壞消息，你哋想唔想知呢？嗱，壞嘅消息咧就係依家嘅檔口嗰度一條手鐲賺你哋個幾倍價錢，係好正常嘅。嗱，好消息咧就係喺我呢度，就算你係要一條都可以俾到你批發㗎。嗱，因為喺我自己工場呢度，自己開料、自己睇料、自己畫料，仲自己起埋貨，慳起咗唔少嘅中間商差價。嗱，就淨係喺成本加10%嘅辛苦費，完全係當交個朋友嘅。你話緊樣抵唔抵食先？嗱，我哋依家嚟睇下我手頭上呢批黃肥手鐲，唔理你係咩年紀、咩膚色，都可以輕鬆咁駕馭佢。你睇下個底裝好乾淨，肉質細膩，仲有一段更鮮豔迷人嘅冰黃色。嗱，我依家又嗱係一條成品俾大家睇下個效果係點樣。呢種品質嘅水頭比較恐黑啲，人一放落去啲光度已經出咗嚟，佢睇下自然光。搞掂！嗱，依家條貨就起咗出嚟啦，成品。哇，幾靚你啊！肯定係講緊你啦。嗱，成條手鐲，如果係帶出街，既高貴又大方得體，尤其是係廣府黃肥，一啲都唔失色嘅。戴上手好顯膚色，好顯白，啱晒啲靚女佩戴嘅。嗱，你哋中唔中意呢種更有特色嘅黃肥手鐲呢？如果新咗嘅話，同佢要講一聲，我想要一條，又或者報低你嘅圈口。